各位现场三重地区的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何荣。哎，所有在我们的网络直播点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李明一。哎呀，真开心看到大家，不管是现场的，在网络前面同步收看的朋友们，哇，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，真的是太开心了，因为我们今天不只是这个沙丁波娘娘，哎呦，我们有多少间教会啊？140间。 哇，甚至还到欧洲去，都有朋友们跟我们网络直播。Hello， Yes， 我们的心在一起的，我们的心在一起，不管你在哪里，真的，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的太棒了，什么话？人不亲，土亲。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宋逸民、宋达明。大家好，我的逐梦。大家好，我是哥哥逸民。 我是达明弟弟，我们虽然是双胞胎兄弟，对，但是我们两个有相同的外表，却有不同的内心世界。我非常理性，达明很感性。我做事有计划，达明做事凭感觉。好险你没说我没大脑。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是哥哥，我先自我介绍。我是一个做事有目标。 定义计划，设立目标，进而完成梦想的人。我实事求是，我相信眼见为凭，我做事一步一脚印，我更相信人定胜天。你好可怕哦！人定胜天就是我人生的座右铭。我相信只要我要做的、想做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我决定投考国光艺校，进入演艺圈。可是当时我什么都不会。 我只是喜欢打棒球，怎么办呢？前面讲了，我是一个有计划、有目标的人。于是乎呢，我就找了同学的姐姐，一个国立艺术学院的音乐系的高材生，她又帮我找了另外一个舞蹈系的，就恶补了3个月。我就带着信心去考那个学校——国光艺校。当时那天考试的情形跟今天很像，它是一个大的舞台，然后呢，台下坐了将近1000名的观众。 也就是说呢，考试的过程当中呢，只有1/10的机会。我记得，其实我最后可以考进学校的原因，并不是我的表演有多精彩，而是主考官问了我一句话，说：“你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？”我说：“我将来会变成一个伟大的演员。”有点自恋狂。因为这样的关系，让我考进了这个学校。在一次的演员甄选过程当中。 我被当初的一个大导演林福地挑中，可是呢，他要我演的角色并不是剧中那个角色。我看了剧本，我很喜欢，我就跟导演讲：“导演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那个剧中的男主角？我觉得蛮适合我的。”因为当初本来设定的是杨凡杨大哥，后来2个礼拜以后，我觉得那是神的恩典，那个男主角就由我出任。出任了以后，在一夕之间呢，演完那档戏呢，我就变成家喻户晓。 大家都认识的知名艺人了，我觉得运气很好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努力更重要，因为那年我还不到20岁。接下来拍了几部电影，因为电视叫座就拍电影，拍电影又拍电视，拍电影又拍电视，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兵，怎么办呢？有计划有目标的人不用紧张，因为在我没有难成的事情。于是乎呢，我就想到了。 有一个相同外表的宋达明，我可以开始讲话了哦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2个是极为不同的个性，相同的外表，不同的内心世界。他是凡事实事求是，订立目标。我觉得我只要凡事差不多可以就 OK 了，跟着感觉走，不用这么严格要求自己。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在家里的保护伞下面长大，又加上其实哥哥真的是蛮爱我的哈。神很恩待我们2个人。 把这2个极为不同的兄弟放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成为互相的帮助。他一直领着我往前面走，一直到当兵的时候，哥哥跑来找我，他说他要去当兵了，势必会中断他的演艺工作，所以呢，他要我帮忙。我说我不会，他不会没有关系，在我身上可以做到，你一定可以做到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进入演艺圈。我一开始没什么兴趣，我觉得在干什么？然后。
但是因为好奇，可以跟很多大明星拍戏、工作赚钱。以一个学生立场来讲，收入真的是不错的。我就这样莫名其妙进入演艺圈，一走就是20多年。当我每次碰到困难跟挫折的时候，我就会开始抱怨哥哥，因为有一个人可以抱怨嘛，为什么要带我进入演艺圈？可是我真的要说，现在回头看，这是神很巧妙的安排跟神的恩典。他的恩典造成我的困扰。我当兵2年回来，他把我的工作维持得一塌糊涂。想到这个不才的弟弟就很痛心。于是我回来御驾亲征，靠自己的力量要把飞机头拉起来。达明跟我说不是他的关系，我说只要人能做的，有意志力能做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可是当兵前的优势回来变成劣势，因为当时的8点档的男主角的年龄层都差不多，像马景涛、林瑞阳，我永远只能演男主角的弟弟。可是我不放弃，我相信只要一步一脚印，一定能成功。于是乎，我开始从造型上，我开始吃得很胖，练得很壮，穿着上西装领带，我只有目的，希望我的演艺事业能够继续维持下去。当然，在我的努力之下，慢慢的，好像已经恢复到某种程度了。可是，正当这个事情来临的时候，我又面到一个挫折，就是国语市场转回台语市场。啊，拍摄我的外省的，一句讲都不让话，连听拢听无，要安怎演台语的？那个时候我遇到我现在的我的太太，就是陈威玲，她就鼓励我要我学台语，可是真的很难，怎么办呢？